手，有你的关怀，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踮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明玉，阿母，明玉，先哦，是毋是倒位无爽快哈？拄啊阿爸来过啊，金土，啊，伊人咧？我甲赶出去啊。医生来了。哦，医生，阮查某囝即摆安怎？老太，等下，你有话稍等一下。够较爽快。有啊。小小困一下。医生快。医生，阮查某囝即摆情形安怎？阮舅检验报告，2月药剂拢无适宜。啊，假使阮2个人的药剂拢无适合，那咧，啊，明玉要安怎？伊是毋是还有其他的兄弟姊妹，或者是老爸？医生，我是因阿爸。你还袂走？是的，即摆明玉病情安怎，我阁无了解，我哪会当放心就走？医生啊，我身体这样，我会当挂钱有机会。金土，明玉头拄甲你赶出来，伊绝对袂答应啦。少年，人命关天，你著互金土试看卖啦。既然你是伊老爸，那安尼机会可能较大，互你试看卖。多谢。哎，阿姨啊，来，进来看卖。阿水即嘛摕一块相片来，你看有介意无啦？啥物介意无介意啊？啊，若有介意的时，就看倒一个，我好安排吼，互恁去相亲啊。我哪有时间去讲这个代志？啊，无时间讲相亲的代志，就有时间去陪伊陪秀玲哈。唉，你唔通安尼啦，你安尼一个无某，一个无翁，啊，规工安尼黏做伙，你唔惊人讲闲话话晓？阿母，你哪讲安尼啦？当初时嘛是你叫我去秀玲因兜加行行的啊，那即马搁惊人讲闲话。对啦。明玉哦，即马破病较严重着。我有听人咧讲呢，讲即种病哦，会共拖到倾家动产了。啊，秀玲身躯边也无偌济钱，你万一伊若甲咱开喙吼，人话还袂开就要借钱呢，你著烦恼变啊。啊，甲即个庄仔头甲庄仔尾，就是咱甲秀玲上亲的啊。啊，万不伊吼，明玉若真正甲秀玲拖倒去，啊，伊若讲要来开喙甲咱借钱，啊，
咱若无照伊敢讲的过许，阿姨啊，咱吼嘛无偌济祖产啦。我希望讲吼，你着爱甲顾好。啊，若无吼，真正我死的时阵吼，我无迄个面好去见恁老爸啦。做人莫遐现实啦。明玉和秀玲吼，拢是你自细汉看到大汉，你嘛是和秀玲当做家己亲生查某囝同款啊。即马明玉破病啊，你讲避面就避面。我伫当时咧变面啦。明玉即马破病吼，我心肝嘛真艰苦呢。总讲一句吼，我拢是为着咱当家的祖产啦。总讲若有迄天吼，我向阿爸讲是我败了了的啦。你真正要互我气死嘛？阿母啊，我都无爱你安尼反起反倒啦。为着这个代志吼，我一定要斗相共。这间店要卖偌济哈？你若出价，我就卖啦。阿母啊，你哪来？我袂用难哈。你安尼要卖我卖店哈？这桩代志遐尔啊大件，啥人免甲我参详一下？无啊，你是咧做啥物大生意啊？欠遐济钱吼，无啥就爱卖店哈？你拢无想看卖？当初时啊，恁要买这间店的时阵吼，是遮尔无简单呢。即摆来用讲吼，话卖就要甲我卖啊！阿母啊，当家做啥咯？我是无咧孝顺啦。但这间店是我和师妹谈的呢。卖店我甲你讲。哎呦，你即摆咧讲啥物话啊？哈，我敢死啊哟！哈，你若要卖店吼，爱我同意啦，当家要搁我咧做主咧啦。阿母啊，但是秀玲即摆急要用钱啦。秀玲的代志吼，我家己会晓处理啦，你免甲我操烦啦。店袂用甲我卖哈。气死现代，若互知影吼卖店吼，真正也无面子。秀玲啊，阿母，你来来，嘿嘿。来，阿母来，姐姐。明玉，安怎？有加较好无？好啦，妈。阿嬷吼，今仔日专工来看你的呢。平常时吼，看你安尼哦活跳跳，哪会破病就破病啦，实在吼。阿母，恁茶啦。好好好。秀玲啊，即马明玉咧破病吼，你着安尼吼，较有耐心，好好甲照顾一下哈。我知影。明玉，你好啊，休困一下吼。阿嬷吼，甲你妈妈吼，有一寡话要讲，阮来甲外口吼。是嘞。明玉甲你吼，是我看大汉的。但是即摆破病吼，我嘛袂用讲安尼无声无息啦。来，阿姆吼，才有淡薄仔吼，这是我的心意啦，你摕咧，放咧做烧天啦吼。阿母，袂用的啦。明玉的医药费吼，我已经有准备啊。你就是安尼啦，甲我客气要创啥啦，对无？就甲你讲一句啊，尔，互你斗烧天，你就甲我收起来啦。阿母，你来看明玉，我已经足感激啊。我哪会用搁再收你的钱啊？哎呦，搁讲遐要创啥啦？咱就敢若家己人，对毋对？我就叫你摕起来，我吼会当互你，嘛是遮的尔啦。秀玲啊，你嘛知影讲吼，我即马就敢若剩阿喜啊，即个后生尔。当家吼，即个香火拢咧仰望阿喜啊。我嘛是足希望讲吼，你会当甲阿喜啊做伙，看会当安尼哦，甲我生一个一男半女无？阿母，恁还搁提起一件代志啦。安尼啊，
你著知影阿喜啊，即个人吼，一条肠啊透尻川啦，有啥物话著讲啥物，心肝阁好，阁足肯共斗相共的，像我会知影啦。我才知影讲哦，伊迄面单要卖掉呢。当时啊吼，卖这面单吼，是要甲民玉轻一寡医药费啦。你嘛知影讲哦，阿姨啊，即摆警察也无做啊啦，真靠嘛靠迄间面点啊尔，即间面点啊，阁是以早吼含迄个师妹安尼吼，欠长内度，才有法度开即间面点啊。毋拄好吼，若讲安尼面单若无去啊，看要安怎就好啦。阿妈，明玉啊，你先出来，出来啦。我袂去开掉迄个来钱啦。无啦，明玉啊，你通误会我啦。无啦，明玉啊，你来内面听一下。阿母，你甲我讲，阿妈，阮兜虽然散，但是自细汉阿母就甲我讲，人散，但是爱散了有骨气。自我看袂了后，我所开的钱，拢是阮阿母辛苦赚来的啦。我知影啦，这阿妈，你要好意，阮知影，这钱你摕回去啦。明玉啊，这是阿嬷一点仔心意，免人啊。你来内面先听一下啦。明玉啊，你过来遮听阿囝讲真正是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哦明玉啊，你过来遮听阿囝讲真正是。我已经讲过啊，我才是秀玲的人，明玉的阿爸。伊转去甲阿喜仔讲，叫伊莫阁孝顺秀玲啊，秀玲袂阁嫁伊啊。搁再讲，我才是偌甲伊家记住。从今以后，我会互秀玲还阁有明玉因母仔过好日子，互因享福。金兔啊，我顶面毋是甲你讲了做清楚的，敢讲你毋捌甲阿喜仔讲实？拜托你，请你转去。阿母，你来赶出去啊！明玉啊，阿爸毋是冤仇人啊，你哪用这款口气甲阿爸讲话？阿母，你来赶出去啦！金头，无你先出去咯，莫踮咧遮影响伊的情绪。明玉啊，阿爸答应来遮，你是安怎拢要赶阿爸出去的？搁再讲，阿爸嘛是一直想尽办法，要互你欢喜。你哪用这款态度对阿爸呢？老师，医生，啊，这摆情形安怎？报告已经出来，你的药剂甲恁查某囝药剂会合，你的药剂会当互伊。医生，多谢你吼，多谢吼，免客气，我会赶紧安排手术。多谢。明玉啊，我无爱，我买你的药剂啊！明玉啊，阿爸药剂若是互你，你都会当恢复甲早共款健健康康啊！啊，你甲妈妈，咱规家口啊，后壁都会当过个乐乐过日子啊！我无遗憾啊，我甘愿死，我买你的药剂啊！你敢真是这尔怨恨阿爸是？你做人的老爸，你予我的是啥物？你规工毋是找无着人，但是拢毋知影走去佗去。你会当予我母的是啥物？你对伊毋是拍就是骂，啊若无就是去啉酒、跋筊。你敢知影？我甲阿母，逐工拢是流着目屎咧过日子。阿爸承认啊，
我较早有做真侪对不起恁母仔囝的代志，啊，毋过我即马已经彻彻底底要改头换面，我这边转来就是想要弥补你，你总嘛是要给阿爸一点仔时间对无？小玲，我拜托你替我甲明玉讲几句好话，你甲明玉讲，较早我生理无失败进前，我嘛是真顾家，只有这日间会答无人。我知影，我较早无尽着做老爸的责任，也毋过自我转来迄天开始，我就想要做一个真好的阿爸。敢讲你看袂出来？我拜托你，拜托你，你甲明玉讲几句好话好，拜托你。明玉，你免讲啊，我永远拢袂承认是阮老爸啊！你出去，你出去啦！明玉，哎，明玉，你出去啦！你莫甲迄囝，你出去啦！明玉，金兔，金兔，我拜托你，你出去好无？莫踮咧遮影响伊。金兔，我拜托你，你出去啦！你出去。小玲，金兔，你去出去啦！明玉，你莫迄囝我呢？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哦明玉到即阵，拢一直毋肯接受我，我是要安怎？对，我只有去拜托阿姨啊。啊，馒头，啊，阿姨嫂，诶，金兔，阿姨嫂，你来了拄啊好，我想要去找阿姨啊。你敢知影伊伫对？我有做重要代志要甲伊讲。我甲伊已经你一定知影伊伫对，你带我来好。好啦。阿姨，我咧行路拄着金兔，伊讲叫我带伊来找你，我就带伊来。真来坐啦。唔免啦，阿姨啊，我问你，你是毋是做甲伊熟的？你嘛有白讲啊？他说你若是无甲伊熟的，你是安怎拜托你妈去因兜提亲的？我哪有呢？听两个人讲，我要来去。阿姨嫂，我拜托你留落来，替我做一下证人。做什么证人？我即阵心内足痛苦的，小玲唔肯认我这个妈，明玉嘛唔肯认我这个阿爸，因为这一切拢是阿姨啊，你想要认的人是伊。嘿，无喏，你嘛有白讲哦。阿姨啊，你听我讲，我老金土一世人，从来拢唔捌拜托过妈。不过这边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照顾小玲伊母仔囝。我即马才知影讲，啥物叫做有手剩无路，有骹行无步。较早我做真侪对不起小玲伊母仔囝的代志，虽然怨恨我袂记怪，因为这一切。拢是我家己做定的。我少年的时阵，有某有囝，唔知影通好珍惜。当我一阵想要反悔，你煞将我当作冤仇人来看待。趁我想要将我的药借予伊，明明有说甲我讲。伊讲完事，我无要伫我任何的物件。
现在实在是足痛苦。我即摆就将秀玲还阁明桥交互你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照顾伊活囝。你放心啦，阿一定会好好照顾秀玲我囝。安尼实在足好诶，若是安尼，我就会当安心离开这个所在啊。离开？